非常榮幸能夠代表越秀交通獲得資本雜誌傑出上市企業管治大獎。呢份榮譽唔僅係對我哋過去一年表現嘅肯定，亦都係對公司長期堅持高標準合規經營嘅最高褒獎。喺呢度亦都衷心恭喜在座咁多家獲獎嘅公司。2025年係我哋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，即使面對挑戰，我哋仍然實現收入盈利雙增長。喺2025年更加派發超過七成嘅派息率，呢個正正係基於穩健透明嘅管治架構所獲得嘅成果。展望未來，越秀交通正式開始15/5嘅戰略新篇章，確立咗做大做新嘅戰略主題。喺追求資產規模同技術創新嘅同時，我哋亦都繼續持續深化管治水平，透過精益運作、數位化管理，確保行業行穩致遠。最後再次多謝資本雜誌嘅肯定，越秀交通將會繼續立足喺大灣區，服務國家發展戰略，致力為股東、員工、社會創造更高、更可持續嘅價值。多謝大家。